黄澄澄稻田边的一间房舍，藏着客家音乐的复兴基地。唱片公司老板刘家丁花1000万打造顶级录音室，录制出许多金曲奖得奖作品。我一次我要做到最后，结果是什么？我是要一次就要到位。就算大家都认为客家音乐是小众市场，刘家丁不服输的要打造客家音乐的顶级品牌。你看我们的东西打开来，你会感觉到，看起来舒服，会不会有种感觉？我会再会去注意。如果你随便做，连看都不看。在唱片越不景气，越要在品质上要求，也越要看透市场需求。唱片不好，就开始走入经济跟版权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东西。猫王为什么1年它可以10几亿的版权费？就是这样子啊。耕耘客家音乐30年的刘家丁，很早就看出版权的商机，抢先网罗伴唱带的音乐版权，出 CD 歌本给歌唱班，还有全台50万台家庭卡拉 OK 伴唱机，让商机循环扩大。所以不管人家说景气怎么样，因为你们公司这样子每年维持很大的出片量，是因为你一直都觉得市场永远在，机会永远在。对，所以有句话讲，机会唔係等人，要好好把握。机会不会等人，会好好把握，要好好把握，对不对？这位董事长坦言，他一步到位的做事方法，常会被成本压得喘不过气，所以他没放弃下田耕作，以农夫脚踏实地的心态继续做音乐。做文化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我没有钱很简单啊，我休息可以啊，我回家种田啊，种到有钱了，又有10万20万了，我再来做一张也可以啊。客家音乐市场在刘家丁董事长眼中是一亩良田，以耕耘的态度经营文化事业，累积有成就能欢喜收割。机会唔会等你，爱好好把握。机会唔会等你，爱好好把握。